外滩观光球道，听说是上海第一坑，来了为北开是无极哦，那不敢踩个坑，不得了，阿姨带㑚来，看搿牌子，看搿地理位置，蛮有派头的。哦，搿搭买票子呢，也蛮多的嘛啊。这么多人来踩坑，往右边走啊，是这个哦，隧道哦，no，哦，搿个像地铁一样的哇，哦，老小一圈，开过去多长时间啊？5分钟，来回10分钟，坐多少个人啊？15个人只有3个座啊。对呀，那是爱心座位。哦，你看呢？哎呦，哦，这就看光了，对吧？哎呦，搿个蛮炫酷的嘛，搿个灯光就搿能介个，搿灯光有点空度啊。哦哟，搿个就是海底隧道啊，蛮无聊的。已经无聊到开始跳舞了。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。到了，你到哪去？爸爸，到了。这不能机会侬来吧，阿姨？我不来，没意思。但是最好一趟的。上海人没人来呀，啥人来呀？